標標冷知識 Watch Here。1878年，首款計時機芯 20H 誕生，成為1880年代美國賽馬場嘅秒標機芯。1896年，第一屆奧運會喺雅典舉行，浪琴係當時嘅官方計時。1908年，浪琴為君士坦丁堡嘅商人製造咗首款雙時區嘅懷錶，兩組指針分別顯示西歐同土耳其時間。1925年，浪琴推出首款雙時區腕錶 Zulu Time。Zulu 係指格林威治標準時間，同樣採用兩組指針嘅設計，而紅色嘅區域係無線電靜默時段。喺呢段時間冇其他信號干擾，俾船員用嚟緊急呼救。1927年5月，美國飛行員林伯駕駛佢嘅飛機聖路易斯精神號，由紐約飛往巴黎，耗時33個鐘，首次完成環大西洋嘅壯舉。浪琴正正係當時嘅飛行計時。1928年，浪琴為美國海軍威姆斯製造飛行員腕錶，配備0至60刻度嘅旋轉內圈，令飛行員之間可以精準計時。1931年，品牌仲同飛行員林伯合作，打造可以喺空中定位嘅林伯導航錶，係首款配備旋轉錶圈嘅腕錶，配合其他專業儀器可以計算出所在地理位置。1935年，浪琴為美軍設計 Type A7 飛行錶，最大特色係錶盤傾斜40度，方便飛行員喺揸飛機時更方便睇時間，唔需要移動手腕。1954年，浪琴推出品牌首個腕錶系列征服者，而60年代就以1967年推出嘅 Ultra Chron 為代表，每小時36000次嘅高振頻技術，令精準度大大提高。再到1969年自家研發機芯嘅超級石英，浪琴始終喺優雅同科技間取得完美平衡。1983年，浪琴被加入 SMH 集團，將品牌重新定位中高端市場，強化運動計時同優雅風格嘅雙重形象。由一片草地走向全世界，浪琴用將近2個世紀詮釋一種不變嘅信念：優雅係一種態度。下次見到嗰個飛翼沙漏，記得呢個係一段由草地飛起嘅歷史。